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你搞懂了没？我是小佳。现代人手机不离身，无时无刻都在接收新资讯，而且无论是看到新奇有趣，或是让人害怕反感的内容，都会立刻转传，好心的提醒身边的亲友留意。只是传出去的内容都是真的吗？现在不少有心人士就会利用快速传播的特点，制造假讯息来谋取个人利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讯息又该如何分辨真假呢？我们一起来看这则报道。在资讯快速流通的时代，要接收的讯息量越来越多，让很多人开始习惯一个动作，就是只要看到新奇有趣或是让人害怕反感的资讯内容，第一时间就转传给身边的亲友。虽然大部分是以好心分享为出发，但如果讯息未经查证就送出，很可能你就变成假讯息的散播者，也是造成假讯息到处流窜的罪魁祸首。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像台湾人都很善良，所以我们在接收到这些资讯的时候，常常会因为想到身边的谁，然后可能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啊，或者是他可能被罚钱啊等等的，就会去转传这些资讯给朋友看。网络和社群媒体上会有这么多的假讯息，其实大部分背后都各自有其目的，有的是为了增加点阅流量赚取广告费，有些则可能用于攻击竞争对手获取利益。但无论假讯息的散播原因为何，这些讯息很可能造成他人的经济损失、健康伤害，甚至还会危害家庭。有些他可能是为了要赚一些广告费，然后也可能会有一些自身的利益啊，或者是他可能会有可能为了要攻击跟他立场不同或是对手的人这样子。那如果你自己发现有一些情绪反应的时候，可能就要稍微停一下，等一下，那我们来好好的查看看这个消息到底是真的或假的，或者他有可能只是误导了一些资讯等等。看到假讯息蔓延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一群青年就共组团队，成立假新闻清洁剂。他们深入社区宣导媒体识读，透过真实案例公开这些假讯息背后的目的以及所造成的影响，希望呼吁大家正视这个问题，并学会方法，共同携手消灭假讯息。当时成立就是因为我们身边的伙伴们有观察到说假讯息造成的一些伤害跟影响，然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有很不好的负面的东西的。那我们就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比较干净的资讯环境，然后可以多一点真实的消息。网络讯息真真假假到底怎么分辨呢？课堂上讲师就教大家用免费的查证软体，只要将有疑虑的讯息转贴到查证平台的 LINE 群组上，就有相关的辟谣资讯。当然也要特别提醒，如果收到亲友转传的错误讯息，一定要特别告知，以免他们误以为真继续转传，到时候害人又害己。那我们推荐的会像有MyGoPen，它在使用上就是辟谣文章写得很平易近人，而且也有真人客服可以帮大家做服务，所以我们会优先推荐MyGoPen。那另外也会有像真的假的啊，或是趋势科技防诈达人，甚至是像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这些都是很好的查证单位。比较简单一点，就是直接传到MyGoPen去看看，这样子就会很简单的得到不错的回复。每天面对各种讯息，提醒大家千万要多想一想，问一问，同时善用各种查证软体，这样就可以轻松跟假讯息说拜拜。让我们一起成为防诈达人。记者舒汉君、赖长邦高雄报道。近年来诈骗案件层出不穷，手法更是与时俱进。新北市警察局永和分局统计发现，这半年来发生多起假投资诈骗案件，其中被骗千万元的被害人就有近10人。警方呼吁民众收到任何可疑讯息时，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最近经常有，几乎每天都有1-2次，都是比较关于假投资那一方面的诈骗的讯息。民众诉说自己接到诈骗电话的过程。新北市永和区玉溪里这天举办环保讲习，邀请永和分局来进行识诈宣导。警方分析最近半年辖区治安状况，诈欺案件占多数，其中又以假投资及假网拍最多，超过半数被害人都是女性，被骗千万元的就有9件。同样是女性居多。好，其实现在资讯量非常发达，那其实各项的网络讯息还是人工资讯都非常多。那其实，在民众接到各项的讯息之前，如果认为有疑虑的话，比如说可以向165，就是针对诈骗的部分向165做查询，或是向相关的政府机关做查询，以免有财损的部分。
警方呼吁，假讯息充斥你我的生活中，听到任何可疑或觉得奇怪的资讯时，先不要急着采取行动，冷静下来再做查证。就连里长也常常收到假讯息，切记不要点来路不明的连结。我的手机啊，常常都会有一些陌生讯息进来，也有遇到说有连结。那好在呢，就是平常我都有在关注我们的政律宣导的一些讯息，所以说我知道说不能去点取那个连结。那我们也是在此也是特别宣导说如果有不明讯息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去点连结，因为这样会不小心把你的个资遗漏出去，也有可能会落入诈骗的一个陷阱里面。民众透过警方受理诈欺案类分析，对于时下常见的诈骗手法有更深入的认识，也勾起过去接到诈骗电话的记忆。是好几年前，20年前有那个说爸爸救我，爸爸救我，那时候是我亲自有接到这种电话，对，他叫我付钱这样子啊，对，就是我儿子被绑架那时候是我儿子在当兵啊，我有问他说我儿子在当兵的话，怎么可能会被你绑架？因为那时候还没结婚呐，这突然间接到说我有小孩子，然后说被绑架了，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对，那也有收过那种说是网络简讯的部分，对，甚至说什么虾皮啊，甚至手机的那种简讯的部分，然后就是那个什么中华电信啊，或者什么你有点数这样子，对，那时候我都是亲自打电话去查证。对，那个例如说中华电信就直接回我说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消息，对，我是没有打电话到警察局报案对，因为直接那个他们说哪家，他们都会用一些有名的那种企业或者是刚刚有人讲名人的部分，对，那我这边的话呢，因为他们都有留这个那个讯息嘛，所以都有打电话去那边查证，所以是有收过，但是还没有被骗够了。诈骗猖獗，诈骗手法变得多样，不如以往那么单纯，好事破。民众一定要随时保持警觉，冷静辨识诈骗的陷阱，严防诈骗集团趁虚而入。记者林志清新北采访报道。被诈骗钱财的事件不止发生在北部，就连南部也有不少人受害。根据刑事局资料统计，台湾光是去年民众报案被诈骗的金额就高达88亿78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又以假投资的被害人数最广，金额也最高。台南市警方近日就破获假名人网络诈骗案，成功保住长辈们的养老金。我是名人，对，名人那他是名人都骗了吗？你看名人，我跟1、2千万的，他假借名人也可以啊，真的是他本人，你也没办法无从确认吧？对不对？这位住在中西区的林姓老翁，因为在网络上加入了财经专家粉丝专页，想说能够跟着专家的投资建议发财，想不到原来这一切都是骗局。原本已经到了金融机构要汇45万元给诈骗集团，所幸行员机警，马上通报2分局民权所员警前来协助。经过警方向阿北说明诈骗集团的手法后，终于劝退阿北想要汇款的想法，保住自己的辛苦钱。老师有没有学员？大家也都是有没有？这也都是啊，这些都是就是骗你啊。除了这件利用名人之名进行诈骗的案子，2分局海安派出所近期同样也有接获类似的诈骗案，只是这次的名人被诈骗集团换成了曹兴诚。那他加进去之后，群组发现是由投资名人曹兴诚，并提示他们投资特定股票。那过程中呢，他会请这些民众到金融机构去提领大笔的现金，然后在这个他们提供的手机程式操作之后，会请面交专员，支撑投资的面交专员，跟他约定时间来领取这个现金。70岁的妇人因为误信假曹兴诚的投资建议，陆续将退休金400万元汇出，想要部分出金却不被允许，才觉得怪怪的。前往海安派出所咨询，所长陈博文马上就知道老奶奶是碰上了假投资诈骗，并从交谈中得知投资专员在中午的时候有跟老奶奶约面交取款，当下马上就与侦查队同仁前往埋伏，当场就逮捕了诈骗车手。跟这个面交专员约定，在特定的时间，我们来部署警力，来一举来查获这个诈欺集团，试图能瓦解它。那在当日呢，在我们警力的部署之下，果然发现这个穿着西装的这个男子，前来自称是投资专员，并出示证件及相关领款的收据，
向这个民众来收取100万的现金。那当场完成这个点交的过程中，本分局的警力就当场上前逮捕。台南市警察局表示，民众应该慎选投资管道，千万不可轻信名人大师、高获利、稳赚不赔等口号。投资理财也应该透过正常的管道进行操作，不要轻信社群网站或者是交友软体资讯，避免遭受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165反诈专线咨询，警方也会立即提供协助。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诈骗猖獗无所不在，很多旅馆饭店都发现有消费者在旅展进行线上票券交易时被骇客入侵，当个人资料外泄之后，很可能会被诈骗集团利用。所以饭店就提醒，当你接到任何电话或者是简讯，通知你在旅展购买饭店票券的商品有退款等相关问题，要求你提供任何资料，都是诈骗，一定要小心。疫情过后的国际旅展吸引大批人潮来抢便宜，业者也看准台湾人热爱日本的程度更胜其他地区。统计起来，平均每4个准备出国的旅客，就3个打算去日本，也让当地许多城市纷纷来旅展祭出优惠，卯足全力揽客。不过，因为诈骗猖獗，饭店业者也提醒，旅展网络票券交易量大，易遭骇客恶意入侵，窃取个资。所以，一旦有接到任何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任何资料，都视为诈骗。倘若民众有接到任何不管是电话或是简讯，通知您在购买饭店旅宿的，不管是住宿券或是餐券，需要退款、退刷或是需要提供您任何的个人资讯，我们一律都是视为诈骗。那请您务必要向您购买的原旅宿业者或是反165诈骗电话查询。旅馆饭店业者强调，他们绝对不会以任何名义主动打电话或是用简讯来取得消费者信用卡资料，更不会要求客人去 ATM 转账。呼吁民众要做的就是挂掉电话或拨打165反诈骗服务专线来查证。而说到诈骗，台南市政府发言人田林湖也因为接到监理所要求补税的消息，差点就汇款受骗，所以出面呼吁现在诈骗防不胜防，讯息查证一定不可少，可别和自己的荷包过不去。个人的经验呢，就是我们有收到那简讯，那简讯去点进去之后，就是监理站的简讯，那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些税金啊，或是罚单未缴。那事实上，因为我其实是职业妇女嘛，所以有时候也是不会去查信箱，所以我真的会以为我是信件没有去看到，所以我很多罚单未缴，然后就差点要进去缴。可是后来突然就觉得说，我还是查证一下好了哦。然后后来果真呢，就上网一查才发现说，天哪，连监理站的网站它都可以造假。确实，现在诈骗手法防不胜防，讯息查证一定不可少，可别和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像赖官方网站有 MyGoPen 这样子的一个官方网站，它其实也会把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手法来告知民众。那我有订阅这样子个赖，那我也很关心，因为家里有长辈，然后我们就会提醒长辈说最近的诈骗的手法是什么哦，那都可以透过这个官网可以订阅最新的诈骗网站的讯息。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就是事实查核中心，那因为它也会将一些常常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谣言破除。那这个查核中心呢，或者是我们上网查也可以知道说哪一些最新的手法是可以上网可以查得到的。然后还有像165反诈骗专线，那这个部分呢都可以再打电话去求证。面对不确定的消息，如何因应，似乎已经成为乐听众要耳聪目明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天气越来越热，许多病毒也跟着蠢蠢欲动。无论在家庭或校园中，到处都充斥着病毒危机。尤其是小朋友最害怕的肠病毒，好发期在每年的4横线9月。每年到了这段期间，坊间就开始传出用酒精就能杀菌，甚至吃冰也能治疗病症。这些资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搞懂了没？肠病毒流行季节来临，随着疫情升温，网络上的相关假讯息也开始流窜。许多家长抱持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吸收了错误资讯，让大小朋友都增加了染疫的风险。针对这些空穴来风的谣言，您准备好接招了吗？酒精可以把肠病毒杀掉吗？可以。
不行，酒精没办法杀死肠病毒啊。像我们常常跟家长接触，那也会跟家长讨论这些疫情啊，还有病毒的问题。那很多家长都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平常都是以酒精消毒的方式，然后甚至他们家长之间也都是以这种方式去帮小朋友做消毒清洁。过去因为 COVID-19 的时候，大家习惯会用酒精来消毒，但是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酒精对于肠病毒的病毒并没有任何的消毒作用。它必须要含有含氯的消毒水、漂白水才有办法，所以随身携带酒精这件事情是对我们的 COVID-19 它有一些防治的效果，但是对肠病毒是无效的。虽然酒精有消毒作用，但是面对不同的病毒也无法一体适用，所以还是要找到正确的解毒方法。此外，网络上还有另一则都市传说，就是只要靠吃冰就能消灭肠病毒。这样的方法您会相信吗？那我们吃冰也可以把肠病毒杀死吗？不行啊，吃冰只是让你可能肠病毒的时候嘴巴里面有破洞，喉咙会痛不舒服，吃冰可能稍微减缓一下它的不舒服吧，它没办法杀死肠病毒啊。其实感染到肠病毒之后，并没有所谓的特别的一个抗病毒的药物，主要的治疗方式还是一些支持性的疗法啊，比方说他如果发烧，适当给他一些退烧药；他有一些咳嗽的症状，适当给他止咳的一些药水，或者是他因为口腔溃疡无法进食而有脱水的风险的时候，适当给他输液的补充。至于冰淇淋是不是可以使病毒失去活性，并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使用一些冰凉的一些食物，最主要是来减缓口腔溃疡所带来的不适感。根据统计，2024年高雄市的肠病毒流行病例数，相较过去10年有成长的趋势。为了传递正确的观念，政府和学校都加强力度宣导，只是这也需要家长们共同配合，才能有效防堵病情扩散。此外，还是要提醒大家，面对不确定的网络讯息，真的需要培养随时查证的习惯，才能避免受到伤害。原则上，现在在资讯很发达的年代，也会有各项的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讯息。那其实站在我们的角度的话，疾病管制局有所谓的肠病毒专区，里面有提供肠病毒的一些各项讯息，包括病毒的特性，还有它的临床的表现，以及它的相关的预防与治疗，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信息。那这些讯息的话，都是由学者专家经由一些研究统计而撰写而成的一些相关讯息。这一类的讯息的话，是相对于比较值得信任的。网络上医疗相关的假讯息四处蔓延，有些虽然无伤大雅，但有些却会导致防疫出现破口。所以在这资讯快速传递的年代，对于接收到的讯息应保持怀疑的态度，养成思考和查证的习惯，才能够有效遏制错误讯息继续传播。记者朱经纬、潘之光高雄报道。为因应日益泛滥的假讯息问题，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与台湾事实查核中心、Google 等单位合作，在2021年合作推动为期3年的台湾媒体素养计划，透过融入式课程的教学设计，建立社大学员媒体识读与批判性思考能力，进而提升全民的媒体素养。今天带您到新北市新庄社大，旁听他们的媒体素养课程。我就超怕我被以为我是诈骗的，然后就觉得人跟人之间都没有信任。学员们大方分享各自的经验，与老师近距离讨论生活中遇到的诈骗案例。这天是新北市新庄社区大学公共参与月的活动之一，也是台湾媒体素养计划赞助的推广活动。课程主题是眼球世代的媒体素养危机。授课的正是新北市新庄社大主秘杜云琪。我们以为的真实，其实都是人为操作与呈现。民众接收到讯息时，不妨多想一下。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所有的资讯，它背后一定有它想要传达的意图。所以在这个真假难辨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在接到资讯的那一刻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都要先等一下，想一下。等一下，想一下，然后我们再去看看说这个资讯到底它有没有什么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因为是情绪上面一头热，觉得应该要转发，我们就转发出去了。那但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要停一下，想想看它到底激起让你怎么样的情绪，让你很生气，让你很冲动，让你想要购买。那其实大概都是这背后这些资讯里面他想要传达某个目的。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资讯不应该只是说就我一个人来看到，也不是鼓励大家要是就广为转发，而是应该你要拿着这个资讯跟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很认真的讨论说，到底这个资讯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
找更多人跟你协助一起查证，然后一起去找到答案，这样才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样 AI 真假难辨的时代，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去应对这样子的时代。中央气象署的一张量测图，在不同媒体就有不同解读。到底地震是让台湾与中国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其实背后都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还有更多是假讯息，有的是会误导你的观念，部分是会让你的荷包失血。学员上完课都觉得收获满满。今天经由老师的讲解哈，本来我们对一些比如说诈骗方面的手法哈，没有那么详细的了解，尤其是很多诈骗的方式都是经由好像你身边的一些熟人的语气跟你讲话，或是另外第二个方向就现在的 AI 真的进步的太快，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哈就会进入这些假讯息或是诈骗的陷阱里面。那老师给我们很多方向说，如何去辨别，但是最后还是他还是跟我们讲说，就是要仔细的、冷静的去想想看，你的讯息它的来源是什么怎么去查证，这是我们今晚学到的。面对生成式 AI 即将颠覆我们对于眼见为凭的认知，杜云琪在课程结束时表示，面对未来，我们再见真实，同时也是真实再见。记者林志清新北采访报道。随着人工智慧时代来临，媒体识读能力越显重要。国立基隆商工航空电子科日前结合无人机教育，运用创新教学方式，启发学子对媒体内容的批判思维及创作能力，获国中小师长热烈回响。随着人工智慧时代来临，媒体识读能力越显重要。国立基隆商工航空电子科结合无人机教育，运用创新的教学方式，启发学子对媒体内容的批判思维及创作能力，获得国中小师长热烈回响。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教育方式，可以启发学生对于媒体的批判思考及创作的能力。航电科特别规划校园无人机教育推广、媒体识读研习课程，涵盖无人机的原理、法规解析及实作体验。透过模拟系统及足球无人机赛，激发学子对无人机的兴趣，更借由记录拍摄过程，培养学生媒体识读及创作能力。透过空拍机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一个题材，那对于小朋友选材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在媒体识读上面，应该要有很多的规范，但是问题我们现在的配套措施却还没有那么的完备。我想透过今天的课程，我们先厘清的一些问题，那将来我们再持续的推广，教导学生在媒体识读方面，然后看待同一件事情，透过不同的角度，你所能够感知到的，你所能够体会到的，你所能够学习到的是不同的层面的一个问题，那也可以丰富我们更多元的一种眼界。从空拍的角度来看，其实可以带领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某一件事情不同的一个样貌。那相对的，在媒体识读力上面，也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做不同的诠释。那我希望这样子可以让学生在媒体识读的部分有更好的发挥跟应用与认知。参与的师长肯定航电科创新无人机的课程，不仅培养孩子们的媒体识读力，未来更可以筹办无人机竞赛，激发学生潜能。空拍机的一个推广不仅仅是让学生在科技的一个产品上面的运用，其实对于他在训练他们逻辑思考上面也有非常大的帮助。那这样子的概念可以帮助他，不管在数理方面、逻辑推广方面，甚至在媒体识读方面，我觉得他可以做更全面，然后更广泛的想法的一个提升。在这堂课，我学到用空拍机拍摄不同的角度，增进我的影片的多元性，也透过了不同角度提升我对事情的判断力。透过实际操作，记录校园生活的镜头语言，到后制剪辑成影片作品，完整体验媒体创作的流程，建立批判性思维及创意表达能力。展望未来，媒体识读教育将成为基隆校园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媒体识读上。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随着科技进步，假讯息的生成模式也越来越多元。
想厘清正确观念，学会辨别真伪，请继续锁定你搞懂了没？我们下次再会。最近有不少人狂收到疑似朋友要求加赖的讯息，或是理财专员以急事或是声称投资名牌诱导点选假网址，一不小心就会被骗取个资，造成财务损失。提醒您以下注意事项：1. 不要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或是输入个资与密码。2. 若来电显示号码很奇怪，小心不是朋友，是诈骗。3. 不要相信来路不明高获利的投资名牌。4. 收到疑似诈骗讯息，应立即回报垃圾简讯，并且封锁与删除。5. 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上165全民防骗网、买购骗网站，或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查询是否遭到诈骗。钓鱼信息不乱点，小心求证，拒绝诈骗。